下來繼續是社會新聞，來看新北市有一個修理車的駕駛，看到警車心虛，馬上滑入去邊仔一條巷仔底。警方看到怪怪，嘛對後壁滑入去，但是這個巷仔無介闊，警察嘛無啥加入。想袂到這個修理車駛入去巷仔底無偌久，就為路邊規排的單位共弄落，隨後車等的做伊走。警方即擺是調監視器要抓人。修理車佇巷仔底駛真緊，雄雄偏過了，先弄到邊的水果擔，隨後繼續弄規排單位弄掉。想要到駕駛調輸了後，無停落來繼續過駛，因為後壁有警方追蹤，不過伊的車頭已經弄到歹去啊，無才調繼續駛，伊就決定車放咧趕緊走。好大聲，很大聲，嚇死人的，車就停在那邊啊，人都跑掉了。代志發生佇新北市的三重埔，半暝2點外，員警佇巡邏時發現這個白色的轎車雄雄滑入這個巷仔底，感覺怪怪，就咧甲對。不過這條巷仔並無寬，邊仔還有其他的車，互警方唔敢入進前，想不到這台白色的車駛入巷仔底，差不多220公尺爾就出車禍。所有物件落甲滿世界，打維是外國起穿。壞掉了我就給他了，都是弄掉了，已經壞掉了。弄個我兩三個小時才弄可以買啊！預計損失我這一攤的話，預計損失差不多4萬左右。水果擔弄甲害了，只好先用籃貼起來做行李。經調閱現場監視器研判，肇事車輛疑似為規避後方警車攔查，於巷弄內行駛約200公尺後，自撞路邊攤販心虛逃逸。這個駕駛敢若是心虛，唔敢接受臨檢，佇逃走過程中又閣調輸逃走，警方除了會甲開單、吊扣、駕照，嘛會將繼續調監視器，要將人抓到案。